好多人都問緊我點解佢叫煙聯，其實好簡單，佢係一個充滿矛盾嘅概念，一個閃爍嘅全不鏽鋼閃爍台面凳，咁但係佢同時間係可以喺佢個山度出住煙雨，你亦都可以聽到水聲、鈴聲、風聲。又跟住喺佢嘅左手邊煲你哋嘅普洱，或者飲你哋嘅黑米咖啡，咁所以成件事好軟硬冷暖，充滿矛盾嘅。咁呢個係正正就係喺中國人入邊嗰種對待好多事嘅中庸之道，冇一個極端似係極端，但係其實係一種平衡。